係今日嘅主持金雪玲，我係李長浩。今日要討論嘅題目係從留級率看澳門教育問題，歡迎大家發表意見。首先等我介紹一下台上面嘅嘉賓，分別係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資源廳黃建武廳長、澳門教育學會會長蔡子瑜先生、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會長林發欽先生，現時仍然係中學生嘅黃建朗同學，仲有立法議員同埋咧，同時係前線教師嘅歐錦新先生㗎。咁今日嘅新澳門論壇呢，由11點開始，12點結束，喺1個小時入面呢，除咗台上嘉賓之外呢，我哋亦都歡迎台下嘅朋友一齊參與討論㗎。咁澳門啊，由2007年開始呢，就實行從幼稚園低班到高中呢，呢個15年免費教育㗎。咁曾被國家呢領導人高度讚揚嘅喎，咁亦都由於咧實行15年免費教育咧，令到澳門嘅新一代啊，可以喺冇經濟嘅壓力情況之下咧，完成咗高中嘅學習階段，令到更多人有條件啦去接受呢一個高等教育㗎，為澳門人咧嘅人才嘅培養打下咗良好嘅基礎。呢個咧係值得澳門人所驕傲㗎。但係同時啊，我哋咧亦都察覺到澳門嘅中小學嘅留級率係相當之高㗎。呢個現象代表住啲乜嘢嘢呢？係咪僅僅係代表學生未夠努力而未能夠達標呢？定係佢係一個病徵呢？佢係一個咩病呢？病源喺邊一度呢？咁係咪反映咗澳門嘅教育，包括咗教育制度啦、教學方法存在咗問題呢？針對住以上，我哋有啲乜嘢應對嘅措施呢？呢啲都值得我哋一齊去探討㗎。咁啊今日好高興可以請到咁多位嘉賓一齊嚟探討呢個問題啦。咁首先呢，台上嘅嘉賓有啲乜嘢意見呢？咁首先我哋想請下廳長啦，黃廳長可以發表一下你嘅意見。係各位嘉賓，各位到場嘅朋友啦，早晨。首先呢，我喺呢度都講翻有關澳門一個留級一個狀況。其實喺政府而言呢，我哋一度都長期咁樣去跟蹤同埋分析澳門學生佢哋嗰個學習嘅表現，去以至檢視我哋整個教育嗰個成效係如何嘅。喺過去以嚟，我哋每年都會向學校去搜集佢哋嘅學生佢哋嘅升流班個狀況啦，學習嘅表現嘅狀況係點樣，從而去監察整個嗰個運作嘅情況。咁當中呢，我哋一路都去注意到就話學生佢個留級率喺一啲嘅相對而言啦，係值得我哋關注嘅。長期以嚟呢，我哋都係同我哋嘅學校嘅領導啦。同我哋主要嘅教育團體啦，去保持一個良好嘅一個溝通。咁喺過去一段嘅時間呢，其實都通過大家嘅一個努力啊，嗰個留級率嘅狀況其實一路都有一個近年嚟講呢，都有一個向下嘅趨勢嘅。舉個例嚟講，喺初中階段係尤其是大家比較關注，因為相對而言佢係嗰個所佔嘅百分比係比較高嘅。以06-07學年為例啦。當時嘅一個留級率呢係15.6嘅，去到我哋最近比較公佈嘅，因為新一個學年112學年嘅呢係仲未公佈啦，去到1011學年呢，佢係下降到去11.8嘅，其實嗰個已經係有一定嘅降幅喺裏邊。咁至於小學啊、高中啊，佢哋同樣道理都係有一個下降嘅趨勢喺度。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度都係仲係要我哋繼續去努力嘅。咁所以喺我哋前年嘅時候去制定呢個10年嘅規劃嘅時候呢，亦都把呢個問題呢重點去提出嚟。目的係乜嘢呢？就希望喚醒到社會各界我哋學校、我哋嘅老師、我哋家長去關注呢個問題，共同點樣去出謀獻策去解決呢個事項。咁至於具體一啲嘅制度上嘅一啲嘅建設啊，一啲嘅支援嘅措施嘅工作上邊呢，咁我哋往後會陸續咁去做。咁或者喺呢度暫時簡單講到呢度，等陣我哋再繼續去討論。
多謝黃廳長嘅發言㗎。咁啱啱黃廳長咧都講到咧，呢個澳門近年嘅嗰個留級率咧都有呢個下降嘅趨勢咁樣樣。但係咧我哋亦都會見到咧喺幼稚園咧都會有呢一個留級率嘅制度咁。唔知近年嚟會唔會都係有個咁嘅情況咧咁樣？咁作為校長啦，蔡校長啦，咁喺呢一方面應該係都比較關注呢一啲問題啦嚇。咁想請下蔡校長咧可以講一講。首先呢，我要話俾大家知，今日呢，我都多啲係從一個教育工作嘅一個研究者嘅角度去考慮留級嘅問題。咁當然亦都有日常嘅一啲嘅行政工作呢，會有一啲呢方面嘅睇法。咁首先呢，留級可能係一個教育裏邊一個表徵，一個現象。好比一個小朋友發燒。咁我諗普羅家長呢，我哋嘅行政當局呢，咁睇到喺教育領域上邊呢，幼稚園都有0.6% 嘅留級啦，咁一路去到初中嘅10幾個%，咁甚至乎可能喺一啲唔同嘅考量上邊呢，大家所評估出嚟嘅留級率呢，係都有啲差異啦，於是都大為惶恐嚇，即係正如一個新手父母呢，小朋友發燒嘅時候，哇39度幾去到40度，係咪即刻諗住一樣嘢要降溫呢？咁正常人啊36度合乎標準，一去到高啲溫度就係要降溫。咁減低留級率或者係令到留級率不再出現，係咪就係我哋嘅其中一個教育嘅藍圖呢？咁我覺得係有待商確嘅，因為作為一個國家、社會、地區，我係從一個研究嘅角度去考慮呢，我係未見到呢係將留級呢係視為一個發展藍圖或者一個滅赤嘅一個咁樣嘅現象去處理。呢個係其一啦。咁第二就話頭先都提留級係一個表徵，係一個現象，係話俾我哋知後邊係存在住一個留級嘅比較根深蒂固嘅問題。其中或者我另外一個角色係一個學校嘅行政工作者，我會睇到由於長期以嚟私立學校都較為自主，咁所以喺處理留級嘅一個現象上面，似乎行政當局較為被動。因為各校釐定留級嘅標準都唔一樣。有啲學校嚴到2個單位就留級啦。甚至乎有一啲個別嘅宗教團體嘅學校，你聖經科唔合格，可能都要留級。有一啲學校可能睇德育比較緊要啲，係操行唔合格留級。有一啲學校會可能因為學生較為係低下階層各方面嘅原因，而留級嘅標準去到好寬鬆嘅都有。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導致今日咁樣嘅亂象。咁係咪都需要從一個根本嘅角度去考量、去處理留級嘅呢啲咁樣嘅制度上面而造成留級嘅現象，而唔係淨係講緊係點樣降低留級嘅數目字呢？咁第三個角度就係話，雖然師資培訓喺澳門已經發展得相當之如火如荼，無論係職前嘅教育學院嘅中小幼嘅老師嘅培養，或者係學位後嘅一啲嘅培訓，即係你睇到唔同嘅大學啊或者係機構都不斷咁開班，為咗令到教師合格。咁但係教師嘅教學同埋課程設計嘅水平，同埋學校嘅成績科目嘅一啲嘅考量嘅制度，以至到整個行政當局喺呢方面嘅整體配合有冇睇到呢？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就話，如果學校仍然係一試定終身嘅時候呢，通常留級率係高嘅。但係如果學校或者個老師願意係開放啲，採用多元評核，亦即係話唔係淨係卷面，亦都係包括其他嘅小組功課啊，或者係一啲口頭嘅報告啊等等，咁又睇到呢嗰個而導致留級學科唔合格嘅情況又會減低。咁呢啲係咪除咗老師嘅教法課程嘅設計，學校嘅所謂嘅評核制度嘅改善，亦都可能整體嘅師資培訓或者在職培訓，甚至乎行政當局點樣去睇返到底學校呢個留級嘅標準設定合唔合理？我諗相信都要
再做多啲功夫，或者我先從呢幾個角度同大家分享少少，做一個拋磚引玉嘅工作。唔該。好，唔該晒蔡生。咁我哋亦都有請林發欽先生咧去睇下究竟澳門留級率嘅問題究竟喺邊度？唔該，林生。好，各位，我諗留級嗰個情況呢，近幾年就引起社會好大嘅關注。剛才黃廳長呢都講咗一個好好嘅信息，就話從個統計數據入邊呢，我哋見到呢過去嘅2-3個學年呢個留級率係有所下降嘅。咁我唔了解呢一個會唔會同嗰個社會嘅關注學校嘅嗰個引起一個關注會有關係？我哋舉個例子就係除咗從一個而家我哋嘅教育統計數字去睇之外呢，我哋睇翻一個 PISA 嘅測試呢，由03年、06年、09年，一個3年一次哦。咁一個測試落嚟呢，我哋嗰個平均嘅嗰個學生嘅就讀年級呢，比起鄰近嘅地區或者成個嘅成個計劃入邊呢，其實係會係偏低嘅。我哋初一、初二嘅學生15歲，因為佢主要嘅測試對象15歲，初二學生呢由30%佔成30%，普遍人哋係會初3、高1哦。咁我哋係佔30%，到09年嘅數字落嚟呢，我哋係佔2成半哦。咁呢個數字當然已經係亦都有異於其他嘅國家同埋地區，但係亦都見得到，從一個側面見得到呢個數字係下降。所以我要講嘅第一個情況就係我哋澳門嘅留級率的而且確係高嘅。咁但係隨住社會嘅關注呢，呢幾年呢係有所下降。但係我哋會繼續係社會要持續關注呢個問題，同埋去到尋求一個解決嘅辦法。咁第二個呢，就係社會近期一個關注嘅焦點呢，就會集中喺一個好得意嘅議題，就話我哋嘅升留級嘅標準呢係有百幾種嘅。咁每間學校都有唔同，其實呢個本身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議題嚟嘅，我理解。因為點解呢？我哋嘅私立學校嗰個教育制度係好多元性㗎嘛，個課程一般情況之下喺遵循基本框架之下，都能夠自行嘅決定一啲細節。所以升留級嘅標準，咁當然係由各校去到制定。所以呢個本身唔需要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奇怪嘅情況。但係呢，我哋覺得我哋個社會應該關注教育界應該更大關注，就話我哋制定呢個升留級標準嘅嗰個行動背後嘅理念同埋動機係乜嘢？就係我哋係用乜嘢嘅教育嘅理念去到制定我哋呢個校本嘅升留級標準？哦，咁我覺得呢個議題係我哋要去探討嘅。就話我哋全澳門係有一個點樣嘅理念，覺得點樣嘅學生先至要留級？哦，點樣嘅情況？呢間學校佢決定喺呢一個全澳嘅大嘅共識之下，我又有一啲另外嘅一個校本嘅規定去到留級。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需要更多嘅要去探討嘅。咁與此同時呢，喺呢一個社會關注嘅嗰個議題入邊呢，近期又會有一樣嘢係比較模糊性啲嘅，就我哋喺探討升留級標準嘅同時呢，我哋就會提出政府有責任啦，私校有責任啦，家庭有責任啦，學生有責任啦，咁嘅結果呢，就好多議題係被模糊化咗。但係喺諸種責任入邊，亦都係好理所當然嘅，任何持份者都有責任。但喺目前現行澳門教育制度之下，我個人認為最大嘅責任應該係私立學校。咁因為私立學校佢係決定咗學生嘅升留級標準，同埋佢係喺度施教緊，用緊佢嘅教育理念。所以當有大面積嘅學生喺當校留級嘅時候，其實作為一個辦學嘅學校，其實佢係有條件同埋有責任去到檢視點解會出現呢啲問題，去到再尋求一個解決嘅方案。嗰個意思唔係要歸責於私校，而係話我哋喺一個咁重要嘅議題入邊，我哋唔能夠將個好重要嘅焦點去到模糊佢。我哋要慢慢聚焦個共識，就係學生本身有責任，需要讀書更努力；家庭有責任，需要更配合。但係更大嘅責任喺學校入邊，佢哋應該點樣係去到關注呢樣嘢，尋求解決嘅一個方法。咁我呢個係我第二個即係話近期由於社會嘅嗰個關注嘅議題，希望提出嘅一個諗法。咁第三個呢，就係我想講一講，咁到底乜嘢因素影響緊我哋嘅升留級呢？我個人嘅嗰個睇法係因為我都做過中學嘅老師，做過5年，咁亦都後來基本上係冇離開過教育界，亦都接觸不斷喺度從事緊教育工作。我睇法就係我哋可以為咗便於理解咧，好簡單咁樣將呢一個導致留級咧睇成係2個方面。一個咧就係我哋好專業嘅所謂學生嘅學業表現，
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啦，佢個學業表現係決定咗佢嘅升留級。喺呢一度呢，我哋可以有好多嘅內涵議題可以去到探討嘅，甚至乎我哋一方面可以歸責學生唔夠努力，與此同時我哋又歸責於課程話唔夠點樣情況，或者我哋教學方法點樣，呢個我哋都係可以去到探討嘅。但係與此同時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呢，就係我哋學校嘅一啲行政上面嘅一啲嘅制度問題。佢呢一個議題嘅出現呢，就使到升留級唔純粹係一個學業嘅問題，而係一個教育制度嘅一個組成問題。例如我哋嘅教育制度嘅多元化，導致咗課程多元化、升留級標準多元化。好啦，咁落嚟嗰個行政嘅問題係咩呢？個行政嘅問題就話，可能有並唔係每間學校都係咁樣，可能有一啲情況，我哋會因應學生年級嘅嗰個人數啦、個分班啦、嗰個甚至乎文理嘅分組啦，各個種嘅因素係會決定嗰個當年每一個年度嗰個到底學生升留級嘅人數去到邊一度？喺呢一個咁樣嘅大嘅基準環境之下，我哋再去做一啲某一啲程度嘅一個決定，咁我哋就會變到我哋執行緊我哋所謂自身制定嘅升留級標準嘅時候呢，佢可鬆可緊。咁呢個情況之下，有標準就等於冇標準，所以呢個係一個教育行政制度上面，亦都係導致咗嗰個升留級嘅一個普遍存在咗一個好大嘅議題。呢個係好值得我哋係去到探討嘅。我先講咗咁多啊。多謝林生嘅呢一個意見啦。多謝林生嘅發言啦。咁咧林生都講到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就係澳門教育嘅嗰個教育理念究竟係啲乜嘢嘢呢？咁我都作為一個老師呢，咁都有一啲嘅感受啊，感受好深，就係呢，有一啲嘅同學呢，可能佢即係中英數比較差嘅，但係呢，佢係某啲方面，可能佢藝術方面啊、棋藝方面啊，或者係甚至乎體育方面啊，佢係好優越嘅。咁但係呢，佢唔達標，中英數3科主科唔達標呢，佢必須要留班嚇。咁但係就代唔代表佢呢喺某一方面，或者代唔代表佢呢一個人嘅價值呢喺社會上面呢備受呢個否定呢？咁樣咁亦都想問下呢，作為喺學校啦讀緊書嘅同學啦，咁呢喺學校你現場嘅感受又係點樣樣呢？一啲諗法係點樣樣呢？咁想問下黃同學嘅一啲意見。喂，係大家好。咁我作為一個學生呢，我哋體驗到留級的確對普遍學生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㗎，而當中係包括埋對整體社會嘅一個好大嘅影響。咁點解呢？如果一個學生佢留咗級之後，點講呢？佢留咗緊張。佢留咗級之後呢，對佢自己嘅打擊係好大嘅。咁當中佢之後點解會造成呢啲咁嘅現象呢？其實我就覺得係最大嘅責任係歸咎於學生嘅心態。而點解學生嘅心態佢冇興趣讀書呢？咁就第一啦，就係對於澳門嘅一個教育係好明顯係一個填鴨式嘅教育。咁你要不停咁背書，試問一個學生係點會有興趣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咁澳門到底需要啲咩人去到令呢個社會繼續運作呢？咁另外啦，就話喺呢幾年留級率下降嘅同時呢，咁係睇翻呢幾年澳門做過 PISA 嘅一個成績呢，係跟住一路下降嘅。咁係咪代表咗留級率同埋呢個教學質素係掛鈎？係咪即係教學質素？如果佢嗰份卷係2嘅話，咁留級率咪低咯？咁但係澳門係咪真係需要因為要降低留級率而降低埋呢個教學嘅質素呢？咁係好明顯唔係嘅。另外就係話留級率而家升到咁高嘅一個情況，其實係社會造成嘅。點解呢？就係如果我嘅學生我就算唔讀書出到嚟，而家失業率咁低，我對呢個未來係一個未有一個擔憂嘅情況之下呢，咁我讀書同唔讀書有咩分別呢？但係咁就造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呢啲低學歷，即係離校咗或者
留級咗幾次嘅學生呢，佢哋出到嚟社會之後嘅發展係好大影響嘅，就係因為如果過幾年大陸或者世界嘅經濟轉差，咁呢啲低學歷、低技術嘅學生何去何從呢？咁呢個都係一個政府要思考嘅問題，你唔可以就係話由得佢哋，你差就繼續差啦，係咯，我咁上下啦。但係聽到阿黃同學嘅意見就係話，其實呢個嘅留級率其實某程度上，除咗喺學生方面，其實社會同埋教育機構方面，其實都係有好大嘅責任嘅。咁其實作為一個大學生啦，我中學生嘅時候都試過留級，打擊嘅時候打擊咧都好大嘅，因為好多你一路同你一齊上嘅同學咧，就跟住上你自己要留級喺一個學年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個打擊都係好深嘅。咁其實澳門作為一個旅遊休閒嘅城市啦，要打造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咁其實我哋睇返我哋嘅教育，我哋嘅中學嘅普及教育方面，其實我會睇到就係好多嘅科目，其實同澳門嘅本身嘅社情其實係唔切合嘅。例如譬如學呢個嘅物理或者化學嘅時候，你翻嚟澳門，其實睇翻澳門個社會根本係冇呢個人才嘅需求嘅。咁我哋都想請教下立法議員同埋同時亦都係前線教師嘅歐錦新先生，究竟澳門教育嘅病源究竟去咗邊呢？作一啲回應啦。咁阿主持剛才講到咧，即係科目嘅問題，呢個我諗係一個幾深嘅問題嚟嘅。因為原因係咧，究竟物理化學呢啲究竟係喺澳門呢個場冇用嘅，咁係咪澳門唔教咧？咁其實喺學科嘅設置上邊都好重要一樣，就係話其實學科設置除咗學習嗰個學科內容嘅知識之外咧，更加重要係學習嗰種即係研究同思考嘅方法。好多時候可能你幾何物理呢啲，咁可能你學咗之後冇用嘅，但係實際上喺個學習幾何嗰個學習嗰個推理嘅過程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對於個人嘅發展好有幫助嘅。咁啊，翻嚟呢個留級率嗰個問題啦，咁啊事實上咧就一個任何地方咧，只要佢有一個升級嘅標準嘅話咧，就必定有人留級㗎啦。咁就唔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問題咧就係。即係主要就係澳門就係嗰個比較高嘅留級率。正如剛才幾位講者都講過啦，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咧就有各種各樣不同嘅標準，於是咧呢啲留級率咧就變咗個數量可能因為冇一個統嘅標準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啲即係有唔同嘅差異。咁但係當然啦，即使全澳統一咗留級嘅標準之後咧，呢啲留級嘅情況仍然會存在嘅，除非我冇留級嘅制度。譬如話好似喺我哋有啲經常有啲朋友講啦，譬如香港咁樣，香港咧基本上冇一個留級制度嘅，只係容許少量嘅留級，好過幾個 percent 嘅留級。咁其他嘅咧就係咧甚至香港嘅教育條例就寫明咧，學生係唔應該因應佢嘅成績而產生，因為要留班啊啲咁嘅情況。咁於是香港冇留級啦，大致上冇留級。通常情況只有啲有潛質可以留級嘅先至留級。咩叫有潛質咧？即係話佢留咗級之後有機會睇到佢有留級之後有進步，然後先至有機會俾佢留級。如果佢留級之後冇進步，就唔會俾佢留級。咁結果嘅造成嘅後果就可能一路推到完成佢個9年教育之後咧，咁跟住讀埋2年去到會考嘅時候出現咧，就有好多即係0分嘅學生咁呢一類嘅情況咧，我哋澳門係即係需要思考嘅。即係呢種留級制度喺澳門嚟講比較嚴重，但係亦都有佢嗰個價值嘅喺度嘅。咁事實上咧，就喺我哋討論即係免費教育也好，討論呢個教育制度法律也好，都曾經有一啲講法，就係話咧，即係留級咧就係即係留級率高咧，係浪費緊嘅社會資源。因為我哋15年免費教育咧，如果個學生咧，如果佢留級喺15年裏邊留級過3次4次咧，咁佢係享受咗18年啊19年嘅免費教育㗎。咁嘅時候咧，咁呢種嘅社會嘅關注個浪費資源，但係實際上咧，喺我嘅角度嚟講，我更加關注剛才兩位包括黃同學同我哋嘅主持都係咁講，其實浪費社會嘅資源咧。其實喺一個整體嚟講，有一個社會上留級率幾高都好啦。嗰個留級其實喺個社會嚟講係一個數字嘅啫。但係對於個人嚟講咧，即係留級嗰個學生
留級嘅學生嘅家庭嚟講係一個好重大嘅打擊。而呢啲打擊呢，除咗睇到佢浪費個時間、浪費一年留級浪費一年光陰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呢，可能佢導致咗佢呢形成咗不斷受到挫折。喺我自己教嘅以前教嘅學校呢，就係即係專門係收一啲即係有啲其他學校唔想收嘅學生。咁嘅原因就係話佢哋好多係佢哋喺過去學習裏邊，因為好多次嘅留級，受到好多挫折嘅時候，導致咧就係對學習咧完全提唔起勁，冇興趣啊，所謂被標籤為無心向學呢咁情況。所以呢啲亦都係我覺得係淨係睇到留級率嘅高同低，淨係諗下辦法去解決留級率嘅問題嘅背後，其實仲有好多嘅其他嘅問題喺度㗎。我覺得呢方面係覺得係社會值得去思考同埋去檢討嘅。好，咁啊，台上嘅嘉賓咧都已經發表咗意見啦。咁我哋依家咧就開放俾台下嘅觀眾去發表下意見。如果有問題，即管舉手，我哋嘅觀眾就會，我哋嘅工作人員會幫。好，呢一位先生。喂，冇聲，你冇聲啊！大家好，我係仇國平。我喺香港教過6年中學。喺香港中文大學讀過教育文憑，我太太亦都喺澳門咧就教過中小學嘅，咁因此咧對於呢個議題咧都有一啲嘅睇法嘅。咁而我而家都係直接係享用面對緊一啲澳門嘅中學嘅產品咧，即係啲學生咧，因為我而家喺大學裏邊教緊。首先就係第一點咧，就係話留級就正如好似阿蔡會長所講啦，就其實對於嗰個嘅教育質素啊，或者就係教育嗰個成效有啲咩影響咧，就可能真係喺嗰個學術角度嚟講咧，就真係冇乜呢個影響嘅。不過咧，從嗰個公共行政啊，或者就係社會資源啊咁啊個角度嚟講咧，就一定係有浪費㗎啦。咁同時就係話咁，雖然好似頭先阿歐議員都有講啦，就係香港咧就冇留級制度嘅，事實上係咁，亦都有一啲嘅零分嘅會考生啦。但係我哋都唔能夠忽視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根據 PISA 咧，頭先嗰幾位嘅講者都有提到啦，PISA 呢個嘅指標咧，香港嘅教育質素咧係遠遠超於呢個澳門嘅咯。咁即係話咧，就係其實如果我哋純粹係睇留級嘅，咁其實亦都唔能夠睇到咧，就係留級咧係幫助到澳門嗰個嘅教育質素嘅提升嘅。咁因此，既然呢個資源呢個會浪費，而同時即係教育質素咧亦都唔能夠提升咯。咁我哋有需要就係諗啦，點解我哋係需要繼續係保留呢個咁高嘅留級率咧？咁當然啦，咁有論者咧會覺得咧，對於呢個教育質素係有幫助。事實上係咪有嘅咧？咁其實頭先阿蔡會長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需要歸責嘅啦，即係如果講到公共行政啦，咁究竟係邊個有責任啊？家長有責任，學生有責任，學校有責任。政府有責任，好似阿中華教育會何兆金議員啦，咁啊之前係都有講過啦。咁啊政府係需要幫忙嘅介入嘅，佢覺得咧好似政府有責任大一啲啦，因為咧而家有120幾種嘅留級制度。但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佢個人覺得留級係唔好嘅，而佢又都係一個學校領導，因咩事學校領導唔去改變呢個制度，然之後咧就係減少個留級率咧？咁因此我會覺得就係，既然而家教育當局俾咗咁多嘅自主權呢個學校，而學校其實係應該嚟講有責任咧，係面對呢個問題，而唔係將呢啲咁嘅責任咧推俾政府。此其一。其次，我哋都要留意翻就係話，政府係咪冇任何嘅權力或者係措施係去處理呢個問題？絕對唔係㗎。事源就在於就係而家喺15年嘅免費教育底下咧，呢個政府咧亦都係操控咗學校好多嘅資源㗎。咁因此咧就係點樣去確保到呢個學校咧就係減少留級率咧？其實好簡單，好似香港咁樣，你唔俾錢學校就唔得咯。即係如果啲學校咁要將個學生咧就留級嘅，咁呢個學生咧就唔會係有額外嘅資源啦。咁換句話講咧，學校咧會因為將一個學生留級咧，而反而咧就係影響到自己嘅資源喎。要啲學生教師咧教多啲學生喎。咁而通常嚟講，留級嘅學生有各種各樣嘅行為問題啊、紀律問題啊。咁因此咧就係要承擔留級嗰個代價係由翻去學校去承擔嘅話，咁咧就會令到呢個學校咧就有更加大嘅動機咧，就去減低呢個留級率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就係而家我哋一個撥款問題啊，喺個教育撥款問題，我發覺咧同呢一個學生嘅人數咧係直接掛鈎喎。於是乎咧有個傳聞講啦，有啲學校咧就好樂意咧就係要啲學生留級啊，就因為咧就可以確保到咧佢哋自己咧收翻有咁上下多嘅學生，令到自己咧有咁上下多嘅經費，從而咧可以保住自己一啲嘅各種各樣嘅權利同埋好處。咁因此咧教育當局咧其實應該要好好咁樣諗真下，就係喺嗰個
經費嘅撥款嗰方面啊，係應該咧同呢個留級率嗰度咧係有一啲嘅掛鈎嘅。咁另外就係話而家嗰個學校嗰個嘅教育質素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就係會有好大嘅問題啦。咁其實亦都係同呢一個學生家長咧唔能夠一個好好嘅選擇有關嘅，因為就係根本上就係學生家長咧係唔能夠具備一啲好多嘅資料啊，關於學校嗰個質素，譬如就有幾多個升入大學啊，有幾多人係留班啊，留幾多班啊，又或者咧就係啲師資嗰方面。如果我哋唔能夠就係去俾呢啲咁嘅資訊家長喎，家長就自然唔能夠咧好好去選擇學校，亦都唔能夠咧好好逼呢啲學校咧係改善自己嗰個嘅質素嘅。好，仲有冇邊一位觀眾想發言？係黃色衫呢一位。關於留級率嘅問題咧，就因為每間學校都有唔同嘅留級制度啊，但係每間學校就佢嘅教材都唔同，所以佢產生嘅考試嘅題型啊、難度啊都唔同啊。但係我喺度諗緊，可唔可以統一個學校嘅教材，從而統一個留級制度，從而降低個留級率呢？好，咁啊後邊仲有位藍色衫嘅朋友。喂，係評核咧，其實按道嚟講，其實應該相當於去把脈。我哋睇醫生，其實把完脈會點咧？其實醫生會去醫你，去制定個計劃嚟點樣去改進你嘅。現在問題我哋評核咧，就把完脈之後發覺你有病咧，唔好意思啊，你走啦，你唔好嚟揾我啊，跟住你就外面係病死啦。即係呢個先係我哋現在嗰個教育評核嗰個定位最大嘅問題。即係學術上嚟講，呢應該叫做係 summative 嘅 assessment， 其實係好有問題嘅。我應該將佢變翻咗一個叫 formative 嘅 assessment。其實唔係俾學生睇嘅，係俾老師睇。評核完之後，佢邊度需要強化，去強化佢咁啊。現在我哋係個卷係俾學生睇去打擊佢嘅，俾家長睇去打擊佢嘅，即係俾咁樣做法，呢個先要改變嘅。唔該晒。好，唔該晒台下嘅。好，仲有一位，俾埋呢位發言先，再到台上嘅嘉賓。大家好啊，青年動力李國富。首先喺呢度咧就好高興啦，因為新澳門論壇舉辦咗幾次，咁啊終於見到我哋有政府嘅官員有過嚟啦，咁啊黃廳長過嚟，咁我哋都好希望啊黃廳長喺呢度收集咗意見之後，可以如實向教青局嘅局長咧表達翻我哋嘅意見嘅。咁喺呢度咧我首先有樣嘢想統計下，現場有冇從事教師或者教育工作嘅工作者可以舉手啊？我哋見到係有2個嘅，當然我講緊觀眾啊。咁我哋見到現場嘅觀眾大概有2位左右啦。咁我哋見到呢個問題就係喺教育制度問題上邊已經係問題係我哋嘅老師，但係我哋嘅觀眾只係寥寥可數嘅2個嘅時候，咁呢個係咩問題啊？就係我哋教育制度出現咗問題。我哋由細到大，由幼稚園、小學到中學，我哋見到嘅一啲填鴨式制度嘅教育，好多各行各業出到嚟，佢只係抱住一種心態，我係打份工啫。放咗工唔關我事㗎啦，所以呢個已經係一個教育制度問題。如果我哋每個人好似我哋台上嘅嘉賓咁，放咗工、放咗學之後，仍然係對自己嘅事業係咁有熱心嘅話，我相信我哋嘅未來，我哋嘅社會更加可愛。我哋睇翻我哋今日嘅問題，從留級率看呢個教育問題，我倒翻轉嚟睇，我哋從教育問題去睇呢個留級率。我哋咁嘅教育制度，試問我哋嘅留級率點會唔高啊？我自己係一個留級生嚟嘅，喺中學嘅時候，但係我從來冇因為我留過級而今日出嚟社會而有產生過自卑或者其他感覺。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嘅問題而留級，係呢個教育制度問題而令到我留級。我唔讀得書，只係其中嘅1科2科唔得，然後學校就要判我留班，呢個係一個咩道理？假設物理化學只係要去啟動我哋嘅思維，去點樣去諗一件事嘅話，咁點解我哋學物理化學？點解要學呢啲 sin、cos、cosine？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要學呢啲嘢。點解我唔可以去學美術？我點解唔可以學藝術雕塑？嗰啲我都可以學到好多問題㗎，係咪先？我可以雕隻象、雕隻馬，或者畫一幅畫。但我出到而家，起碼我仲可以知道有咩用，因為我中意就去畫畫。但係你中意嘅時候，咁攞支筆再計一計
cycle centre 30度等於咩啊？冇可能噶嘛！咁呢個制度嘅時候，我哋係咪要改變啊？呢個死㗎，呢個填鴨式制度。點解我哋呢啲既然係學一個方法嘅時候，我哋唔俾我哋嘅學生去諗？喂，原來呢個學生中意美術嘅，中意藝術，你咪俾佢去學美術咯。我都唔明點解我由小學嗰陣時係有美術學，但係到中學嗰陣時候冇咗美術堂，我到而家都好唔開心，唔明諗唔到點解㗎。咁點解要我學 cycle呢啲咁嘅嘢啫？我到而家都係唔明點解要學呢啲咁嘅嘢，出到而我一啲用都冇嘅原來。咁啊，教青局或者各位即係叫做專業人士，可唔可以諗一諗點解澳門人要受呢啲咁嘅苦啊？唔該你哋。好，咁啊，我哋先俾台上嘅嘉賓回應咗先啊，下一輪先至再下邊嘅觀眾。咁我哋首先請翻阿黃廳長，就啱先嘅問題，究竟你有啲咩睇法呢？我非常同意呢。其實我哋討論問題嘅時候，應該都要揾翻嗰個焦點嚇。首先喺整件事裏邊，我哋話我哋政府長期關注留級個狀況。更重要嘅，我哋想提出就係話，通過大家嘅參與去提出個意見嘅同時，揾出我哋點解會出現呢種，正如校長所講，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病徵。啊！呢個只係一個病徵，個核心問題係邊一度呢？其中我諗，起碼我個人我會睇嘅就話，喺個真係喺個評核嗰個制度、評核嗰個目的究竟係啲乜嘢？好似阿湯生講，我哋評核完，如果我哋唔理佢嘅，咁我哋評核嚟做乜嘢呢？我做乜事要做呢件事？即係好似做咗一件無謂嘅事咁樣，所以更重要嘅，我哋係希望通過評核嗰個手段去發現個問題，從而去為我哋嘅學生提供一個適切嘅教育。我諗呢點先至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地方。所以因此，我哋除咗話我哋推動整個社會去關注呢個問題嘅時候，大家多啲嘅討論、提供嘅意見嘅時候，為我哋去建立一個健康而有效嘅評核制度係出謀獻策嘅。咁所以我哋喺非高等教育委員會裏邊，我哋專門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就係為咗未來嘅時候點樣去建構一個有效嘅一個評核制度而作出一個討論。咁我諗喺呢個討論同埋建構過程之中，係好需要大家去提供一啲嘅意見啊。咁當然頭先大家都會提到究竟我應該要學啲乜嘢？呢個其實關乎於個課程個設置嘅問題啊。好似歐議員都提到就係有時我哋唔可能咁去表面睇我學嘅一個學科或者學嘅一個嘅內容，而喺設計嘅課程裏邊一個所謂課程發展，我諗在座裏邊有我哋大專嘅學者，佢會更加清楚課程設計係裏邊背後嘅含義係啲乜嘢。咁回應翻唔同嘅學生佢哋嘅學習需要呢，其實我哋喺課程設置上邊呢，的而且確係需要有更多嘅考慮同埋一個彈性嘅空間。所以喺今次我哋呢一輪嘅課程改革裏邊呢，尤其是喺初中階段同埋高中階段呢，首先喺初中階段，我哋係要求喺學校雖然係可以有一定嘅遵循我哋所定嘅基本學業要求嘅情況之下，再去定一個所謂校本嘅部分。咁但係亦都要提供翻一個適當嘅選擇，讓到我哋學生有一個適性嘅發展。咁呢個都係我哋喺課程框架去定時一啲嘅討論。咁我諗可能今日個議題唔係呢個部分啦，或者我只係補充叫俾翻少少一個回應俾到我哋台下嘅一個講者嚇。咁暫時我可講到呢度嚇。好，唔該晒。咁我哋亦都有請阿蔡會長去回應一下啱先嘅問題。我諗我首先想回應阿仇國平先生頭先嘅一啲嘅提法。我先打個比方，如果我有個仔咧，青春期咧成日流連忘返去夜街，咁如果我同佢講呢，你再出夜街呢，我就唔俾零用錢你。咁我諗我個仔就我仲有現金分享。呢個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因為喺澳門嘅校園文化或者學校嘅領導文化裏邊，我所理解或者我喺澳門學校裏邊工作29年啦。學校當局係非常之有唔同嘅辦法去應對教青局
唔再俾資源留給學校嘅一啲嘅人頭啊。好簡單啫，正如頭先有朋友講，我掟咗你出校就已經解決咗。又或者係一啲真係有心嘅學校，比方譬如阿歐生工作嘅學校，我自己工作緊嘅學校，都係好刻意係好集中個理念係幫呢啲學生嘅時候，你俾唔俾資源，我哋都係一樣係為呢啲學生朝思暮想，係想辦法幫佢哋解決佢哋嘅讀書啊、進取啊、信心啊、自尊啊等等嘅問題。咁呢個第一個要回應。第二就係話事實上邊其實亦都唔好漠視近年政府同埋相當多個學校嘅努力，係關於開辦呢個職業高中。咁頭先有朋友講緊我美術，咁我讀唔到美術，咁呢個我話俾你知，我讀書嘅時候冇免費教育添，咁我都讀成書啦，都叫做事實上邊而家有一啲嘅學校除咗係成間學校都係職業中學嘅，比方譬如中葡職中，又或者係工聯職中。咁事實上面亦都有其他嘅學校開辦緊職業高中，包括我自己工作嘅學校，亦都有美術與設計。咁事實上邊如果我哋願意提供更多元化嘅課程俾我哋嘅學生，呢個係其中一個有效能嘅方式咧，係去調節、去處理呢個留級嘅問題嘅。因為我哋係應該透過更適切嘅多元選擇，讓我哋個學生去揾到佢嘅能力潛在，然之後去發揮嘛。我舉個例子，我有個學生英文好差嘅，留級嘅，但係啱啱喺我自己學校開第一年嘅即係高中嘅美術與設計嘅時候，佢朝思暮想真係要讀嘅，咁佢讀考到啦，入到去啦，咁但係讀咗之後，佢發現佢有個更高嘅抱負，佢想將來做一個時裝設計師，咁想去外國留學，咁點呢？學校日間嘅課程裏邊嘅英文係滿足唔到佢嘅，佢放學之後好勤力讀英文。咁我話俾你知，佢而家喺英國聖馬丁讀緊時裝設計，每年25萬嘅學生去投考呢個大學1年班嘅學位，佢而家讀緊大學3年班。佢 N 咁多年前都冇諗過自己嘅英文可以去到晉身入一間世界級嘅大學裏邊讀書，但係就因為有咁一個課程成就咗佢。我會覺得純粹去打壓、去滅赤或者去消滅呢個留級率唔係一個好嘅辦法。有一啲學生的而且確因為留級，正如頭先有朋友講緊，佢係進取咗，佢係進步咗。唔好完全否定嗰個留級嗰個作用，但係如果留級係因為唔公義嘅制度而導致留級，呢個係要檢討。但更重要嘅，我頭先講緊係要有多元嘅選擇俾我哋個學生。而另外一方面，頭先同有朋友講過，點解我要讀 cycle science？咁我話俾你知，我讀高3嘅時候，我用緊嘅書係大學物理學，第一課書係講緊火箭，我都問緊一個高中生點解要學火箭。但係回想翻轉頭嘅時候，好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好多老師咧喺大學嘅時候咧讀呢個教育學院嘅時候咧冇一科叫做西洋教育史啊，係冇話俾你知啊，係亦都冇將呢個信息傳遞俾學生知，一個博雅教育係需要嘅。教育有實用與非實用嘅部分，唔係所有嘅教育都係提供實用嘅課程俾我學生，亦都唔係淨係頭先歐生講緊嘅一個思考啊，亦都係博雅，即係話你每一樣嘢都有一個文化水平，有多少認識。當然有冇需要學到咁深？近年你睇到有啲學校已經將所謂嘅立體幾何取消，或者好艱深嘅數學呢係淺易化咗去，因為都睇到博雅教育個平衡點喺邊度。或者我先講到呢度嚇。好，咁仲有冇台下嘅觀眾想發言呢？咁啱先有位嗰邊戴緊帽嗰位先生舉咗好耐手啊，我見到，咁就俾嗰位先，跟住呢就俾着住藍紅衫，係嗰邊最邊嗰邊，係啦。OK， 大家好。咁樣呢，留級率呢啲呢，我覺得呢，留級呢，其實呢，你話留級呢，咪降低啲分嘅準則咯。試卷深嘅話，咪易啲咯。咁其實係留級係唔係？我覺得唔係，即係唔係今日嘅問題。我想分享下我嘅經驗。譬如話依家呢個課室啦，咁啊台上嘅先生啦，咁啊依家我哋學生啦，咁嚟嘅動機呢，好多個人呢就以為係今日嘅議題呢係動機。咁其實我個動機呢，我就係想睇下女主持係咪咁靚嘅啫。即係話呢，如果呢喺一個課室度呢，佢強行將呢個30-40個人呢韞咗喺個班房度呢，
學生係冇得選擇，冇即時嘅選擇。如果先生覺得悶嘅話咧，學生係即時選擇係可以攞個手機出嚟嘅。咁我覺得係應該全面檢討下個制度咯，同埋我接觸過好多中學生咧，都係覺得點解當佢問佢個科係點解唔成績唔好嗰陣時咧，好大程度咧個學生都話覺得個先生係好渣，或者個先生係好衰，或者唔中意個先生。咁樣嘅話咧，即係變咗好似睇醫生咁咧。我唔可以覺得話呢個醫生好，嗰個醫生唔好。我可以揾個自己適合嘅醫生，適時佢教得醫得差咁樣就係變咗學生冇辦法有即時嘅選擇啦。同埋當佢冇興趣嗰陣時，佢唔可以即時或者係更有彈性咁樣選擇佢有興趣嘅科目咯。好唔該。好，咁就俾另一位係啦。係大家好啊。其實我睇翻呢個教育問題，其實我認為直接嘅問題係同我哋嘅政府嘅其實政府機構其實我覺得係其實係一個焦點問題。我上網睇翻其實我認為澳門嗰套教育咧係好貼近內地嘅嗰種教育嘅。內地咧喺2009年咧國際評估組織咧從全球21個國家咧做咗一個調查，中國嘅學生咧計算能力咧就第一，但想像能力咧就倒數第一，創造能力咧就倒數第5。其實我覺得呢個反映咗啲咩咧？其實澳門啲學生會唔會淨係識得應試教育咧？死記硬背咧？我覺得我當年讀高1 13門課，每日大測小測，讀到嘔血，而且喂呢個都唔算。啲答案仲係咩啊？標準答案。我話呢個答案就呢個答案，你答其他答案就錯嘅。初2、初3仲恐怖，15門課，包含美術、數學就變代數幾何，15門課。喂，我真係唔知我初2、初3、高1究竟係點過，真係完全係嘔血，讀到嘔血。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學習外國一啲先進嘅教育咧？可唔可以學下香港咁樣？喂，通識教育，喂都幾好啊！喂，得閒去參觀下立法會，直接睇佢哋辯論。喂，仲好過你上課填鴨式教育啦，會唔會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焦點問題咯。喂，你啲教育辦得好，我哋啲學生聽得開心，啲留級率其實又點解會高咧？我覺得好。咁就俾多2位觀眾發言啦，因為我哋嘅時間呢其實都差唔多噶。咁就呢位着住某球隊外套嘅先啦，係後邊先好。係。我嚟之前呢，就同我朋友就傾過下個教育制度嘅問題嘅，跟住我朋友就好得意咁答覆我話：我依家都做嘢啦，我都即係叫做過咗海就神仙啦，教育啊考試啊關我咩事啫？佢同我咁樣講。咁其實就係教育嗰度呢，教育呢樣嘢係咪應該就係教師去負責去管理呢？定係學生有得參與嘅呢？我讀書嗰時呢，就係學生就冇資格發表意見嘅。到依家啦，我畢咗業出嚟做嘢啦，我都係唔敢同老師提意見嘅，因為有樣嘢，中國有樣傳統叫尊師重道。又講翻去台灣，佢之前有個政治事件，就係話有個大學生同教育部長有溝通，跟住佢就話人哋唔尊師重道。但係我聽個內容其實係好正常，淨係同即係人民同政府官員交流，話咩人哋唔尊師重道，係咪上綱上線呢？呢啲咁嘅社會嘅負面壓力，搞到老師同埋學生教育之間冇一個正向嘅交流，咁就變咗呢個教育係為咗學生而搞，定係為咗老師而搞呢？點解學生唔可以喺呢個體制裏邊獲得充分嘅教育資訊，呢啲技術資訊去同學教育一個正向嘅反饋啊、交流啊？我睇我中學老師佢嘅碩士論文呢，佢又講到好多教育嘅理論啊，講到教育好美好啊，好乜乜乜好性好人性化。但係我中學讀書就係我自己感覺就係冇人權嘅。你俾資料你就讀，考試你又過，
你教育係咪考試啊、填鴨啊呢啲咪目的呢？係咪就係話一個人考試唔過、填鴨唔得，佢就等於係廢人？係咪咁樣？教育係咪要培養一個人嘅一個成功嘅一個動力、一個來源，而唔係話打佢入呢個地獄裏邊？即係教育呢，其實啱啱阿青年動力嘅李生呢，佢都話學啲咩 SCI 啊、cosine 有咩用？你話咧，我自己覺得我以前係算係一個好學生，唔係一個讀死書學生。我覺得呢啲言論係唔啱，但係佢講得有道理。SCI、cosine 呢啲係冇用嘅。你死讀書呢啲係唔會俾你帶來任何作用。但係我哋學校就要我哋背 SCI、cosine 呢啲嘢。SCI、cosine 有咩用嘅咧？幫我哋思考，有好多問題咧。甚至哲學，我哋都可以用數學去解決嘅。但係學校唔會話俾我哋聽呢樣嘢，話學校話俾你聽有數你就計，佢咪話俾你聽計數做乜嘢啊？唔講呢啲嘢㗎。總之你唔計你就係冇用嘅。咧翻轉頭，我哋係咪應該要培養翻呢個俾翻學生一個自主權？教育其實係屬於學生嘅。點解話咩教師幫學生啊？係學生幫教育幫教師至係真嘅。多謝。好，咁仲有邊位要發言？係俾。前面嗰位先啦，舉嗰個。關係啊，快啲講啦。咁留級率嘅問題咧，咁我就簡單啲講啦。咁其實大家嘉賓頭先都摸到啲端倪。其實主要我哋要講嘅就係呢個社會創造咗留級率嘅條件啊。點樣創造條件咧？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教授頭先講咗啲嘅，就係呢個免費教育。咁啊學校咧，因為免費教育啊嘛，即係。政府資助私人學校啦，咁但係佢每一班有幾多人數，咁我要控制人數嘅時候，咪將啲唔得嘅咪褪落去咯。咁確保每一班都係一個人數上限，咪攞對最多嘅資源、最多嘅錢咯，係咪？咁好簡單，好容易理解嘅啫。咁第二個咧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啊，我發現啊就係夜校越嚟越多，於是乎咧我哋發現啦，如果留級啊，我本身自己留級㗎，咁你得兩個選擇，一係咧留級咯，第二個。轉夜校，因為你如果轉去日校，基本上都係留級。你轉夜校咧都可以升班。呢個就係唔知咩狗屎垃圾嘅一個制度嚟嘅，可以咁樣嘅咩？即係其實就係浪費緊資源咯，浪費啲社會資源去到夜校嗰一度，係咪先？咁啊冇得揀嘅情況下，就好多人轉咗夜校繼續升學啦。咁啊第三個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之前啊由呢個即係全澳門有78間嘅中小學啦，咁由小學開始臨班到初中，再到高中啦，咁可能有啲幼稚園都臨班啦。咁佢哋做緊咩一樣嘢？有留級率就自然有呢一個超齡嘅現象。咁超齡現象，只要佢超到18歲，可以入到場做嘢。咁點解最近呢一兩年好似情況改善就好簡單啫嘛？而家21歲先入到場嘛，就係咁簡單咯。咁其實我講緊嘅係唔係呢個留級率，亦都唔係有邊啲人有責任，而係整個教育制度出現咗嚴重嘅問題。我哋見到好多高官啊、好多商人、有錢人，全部將仔女送晒出去外國讀書嘅。點解？因為澳門嘅教育制度係死嘅。好，後邊最後一位，把握時間啦，我哋時間唔好多。大家其實有冇諗過，其實係有時都會關嗰個教育制度變質嘅事咧，即係好似。我見過某啲學校咁樣，我覺得佢哋教育根本都唔係教人，我覺得完全係純粹嘅操兵，我覺得根本就係即係操一啲比較叻啲嘅人就出去同人去即係比試咁樣啦，咁就我即係冇即係政府話俾資源落嚟俾我哋，講真一句，其實有幾多會分到俾我哋啊？即係某啲學校係專係單係培訓一個人噶嘛，咁就。例如佢之前有一個係話，我哋學校就有一個去沙漠考察嘅，咁我就拗爆頭，我都諗唔明點解即係有啲係理科生啦，咁就佢哋對地理嗰啲係冇乜興趣，咁我唔知點解佢哋又會去睇下沙漠啊咁樣。即係我有時會問翻佢哋，咁佢哋都會話冇㗎，當係純粹去旅行咁樣。即係會唔會造成個資源浪費咁樣呢？即係有啲想去嗰啲有嗰個天賦，有嗰個天分係真係想。去睇一睇嗰啲咁樣，我覺得不屈不得志咁樣喺度，我覺得係即係叫做即係當堂嘅都無心戀戰啦，係咪先？好，最後有一位係1分鐘時間。好，關於學校嘅選擇性其實好重要，即係俾學生可以選擇好嘅學校。所以我覺得係咪可以去研究考慮學券制？因為現在有好多優質嘅學校咧，其實佢唔可以加入呢個入網嘅，因為佢要提供優質教育咧，就成本一定會相對高，而相對高嘅亦超過咗你學校嗰個資助額，其實就入唔到黑網啦。係啊，可唔可以研究呢個學券制咧？
好，咁最後啦，我哋請每位嘉賓都有1分鐘時間嘅總結。咁我哋首先由歐生先啦。教育問題咧就個個都專家嚟㗎，即係好多人一講教育問題，因為個個受過教育啊嘛，咁啊於是咧就好多意見嘅。咁我今日咧就呢個討論之後開咗好多個頭，係好多個頭啊，即係根本唔知點樣收翻個頭。但係問題咧就話喺我做翻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將就係作為教育工作者啦，一個咧就係我點樣去減少嗰個留級率咧。跟住其實仲淨係做減留級率角度嚟講咧，就好似有個朋友咁講，出錢啲嘅卷啦。甚至係操練多啲咧，都可以減少留級率，但係呢個冇意思嘅，因為呢個如果係嘅時候，只係降低教育質素嘅啫。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就需要咧就剛才蔡會長講個教師培訓嗰個係好重要嘅。而家政府方面咧就做咗教師培訓工作，但係咧針對呢方面嘅工作似乎係唔多嘅。咁希望呢一方面咧，阿廳長即係翻去反映下意見，點樣喺呢方面嚟去做到啲教師培訓工作。第二咧就係喺教育資源嗰個調撥，對於特別係啲即係比較留級嘅，即係成績比較差嘅學生，究竟喺教育資源上面點去調撥，去幫助到佢哋去解決佢哋問題？因為事實上咧喺學校裏邊留級嘅學生其實就係一群弱勢社群。呢啲弱勢社群點樣去推動更加多資源去幫助佢哋，令到佢哋一個也不能少咧？咁我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工作嚟嘅。好，林生可以回應1分鐘。最近嗰個閱讀報告呢，其實嗰個評鑑報告呢，佢從一個側面反映咗個問題，就話留級嘅學生呢，佢嗰個閱讀嘅表現呢，係比唔留級嘅學生呢係要低嘅。咁某程度上就反映咗我哋今日所探討嘅嗰個議題。咁我諗喺嚟緊呢，其實我哋有2個問題係需要去探討嘅。第一個就話真係去研究留級同嗰個學習表現嘅關係係乜嘢。咁我覺得呢，當局可以公布更多嘅統計嘅數字，包括咗各校嘅留級數字。各校各個年級嘅留級數字，同埋曾經留級嘅人嘅比率，因為我哋而家公佈嘅所謂10幾個%或者幾個%係指當年嘅留級嘅嗰個百分比，而唔係話一個學生佢完成咗由基礎教育到高3。如果成個澳門嚟講，可能會唔會有接近一半個人曾經留班呢？等呢個情況，我哋公佈更多嘅數字，跟住去做研究。另一個呢，就係頭先大家都探討就話，咁我哋做咗呢個評核之後，我哋點樣跟進輔助學生去到改善佢嗰個學習嘅表現呢？咁我喺呢一方面，我哋可以做更多嘅探討嘅。多謝大家。好，黃廳長。首先我要強調，政府提出要關注留級率呢個問題呢，並非係叫大家去簡單化將個數字下降，呢個並非我哋嘅本意嚇。我哋係講緊嘅係一個教育質素嘅問題，所以我哋當中係講緊點樣去促進學生學習成功。而當中要促進學生學習成功裏邊，我哋提出咗3個主要嘅內涵。第一，究竟我哋嘅課程，頭先其實台下嘅觀眾講到好多嘅內容，其實同課程係有關嘅。我哋喺度審視呢樣嘢。第二就係我哋嘅老師究竟點樣去教，佢明唔明白個課程嘅個宗旨係啲乜嘢，同埋佢知唔知道我哋嘅學生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嘅輔助。咁呢個係教師個部分。第三就係個評核嘅制度。正如頭先一再強調，個制度上邊我哋唔係簡單只係評核就完成，而係要有跟進，要有輔助嘅。所以呢個制度上邊，我哋係從呢3方面去思考嘅。咁我暫時講到呢度，多謝各位。好，黃同學，1分鐘。喂，我就覺得呢，而家社會嘅考試呢，係會真係會令到學生成為一個考試機器，我亦都唔希望會加強呢個情況嘅。另外呢，就係有位觀眾講到係，如果留級率高嘅話，就降低嗰個考試嘅難度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荒謬嘅一樣嘢嚟㗎。澳門已經係夠低㗎啦，我哋嘅質素，我哋唔可以再降低我哋質素㗎啦。咁其次呢，就係話留級率呢個應唔應該仲存在呢？留級，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咁留級其實係對學生有時候有好處，但係有時都唔好處。咁澳門未來嘅我哋嘅制度要仲係一齊統考啊，定還是係而家好似而家咁各自為政？咁呢樣都係我哋最值得去探討嘅一樣嘢嚟㗎。唔該。好，蔡會長。因留級而喺教育制度法律上邊開放咗有回歸教育，特別係夜校。我自己作為一個
回歸教育嘅工作者，甚至乎校長，我要為我嘅學生抱不平，因為事實上面大部分嘅學生係非常之努力，同埋好珍惜呢個機會，而亦都有唔少嘅學生係喺裏邊重拾佢嘅自信同埋學習成功上大學，以至到就業嘅。第二，關於學券，我目前睇唔到我哋而家唔加入免費教育網絡嘅學校同學券，或者係因為教青局所俾嘅資源唔夠而導致佢嘅成本不足而可以繼續請好嘅老師，我睇唔到之間有啲咩好明顯嘅關係，所以暫時我唔覺得呢個學券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留級，我再強調係一個現象需要嘅係我哋作為家長、老師、學生共同需要努力面對，唔係我哋消滅，而係我哋去正視裏邊所有嘅問題。最後，我係呼籲一啲同學咧、同老師咧，去正視你過去所受嘅教育，佢有博雅教育嘅成分裏邊，佢唔係一種純粹嘅死填鴨式教育。我都係過來人，翻轉頭諗，可能當中有佢嘅滋味同埋佢嘅得着。唔該。好，今日討論非常之熱烈啦，咁希望呢一個只不過係個開始咁引起社會廣泛嘅一個關注啦。咁呢，今日嘅新澳門論壇呢已經去到尾聲啦。咁下2個星期呢，同樣時間呢喺黑沙環公園同大家再見，拜拜。